伫咧这个世界上，咱拢用查甫来分做人的两大种类。其实事实上，还佫一个族群叫做下性别。今仔日就关怀同志团体开记者会来呼吁社会大众，不论是私人的企业，或者是公共场所，拢爱安排不分性别的便所，来尊重无同款的性别认同的人。 台湾同志资讯热线协会11开记者会，指出下性别者伫工课场接拄到的困扰，包括求职受到歧视、穿制服、甲走便所互人刁难、强迫出柜等等。比如说，你履历表上面的照片的装扮，跟你的证件性别如果不一样的话，可能就很难取得面试的机会。我已经以女性的身份生活2年了，平常在外面都是使用女厕没有问题。 但曾经我有一次面试的时候，公司没有事先问过我，就擅自把我的状况告诉未来的同事，然后公司还要求我要下6层楼到1楼的大厅才能上厕所。协会呼吁社会做伙思考，便所无一定要以性别来做区别，若是有更较侪无分性别的便所，是会使予更较侪人自由使用。 有设置性别优先便所的东吴大学表示，因设置这款便所已经5年左右，学生反应拢袂歹。当时所提的需求里面有很多包含隐私的问题，包含舒适度的问题，包含性别选择的问题等等。我们在隔间的时候，两侧的隔间我们是用10墙式的到顶。 那我们的门呢？一般的厕所的门大概高度以往建制大概都在1.9米左右。 那我们高度到达2.3米。常常看到在公共场合，女厕常常大排长龙，然后男厕空空如也这样子的状况。那如果是不分性别的厕所，其实就可以很有效率的让大家都可以去上这个空闲的空间。协会表示，有听过一寡人用尿斗的时，若是看到异性会无自在，协会建议会使用隔间，也是路线的设计，来互尿斗莫遐尔明显，解决这个问题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